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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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小朋友听好势哦，今仔日恁敢知影？今仔日要创啥？提宝藏。恁感觉恁今仔日有法度摕到宝藏无？有法度。有淡薄细声，啊，不过我相信恁等一定好啊表现，等一讲啊较大声哦。招猫上来哦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来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。今仔遐，今仔日探险队长，大家好！安尼真神着对啊！队长，啊，各位小朋友，你敢知影？我最近发现一件足神圣的代志呢。哦，什么代志啊？桥上哦，有咧卖红豆饼。我想要问小朋友，你哦，若是想要食小食面的时阵，食脆食面的时阵，你想要食啥？啊，你会当分享一下。我想要食西瓜，西瓜，我想要食芭乐，来啦，我想要食卤肉饭，我嘛介意。我想要食香蕉，香蕉健康。大家拢爱食水果，啊，脆食面，有人爱食卤肉饭。安尼足无聊，甲你讲，你摕着金箍箍，摕着宝藏，招梦神哦，真大方，我带你来去食卤肉饭，佮加一大堆小菜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爱答应我哦，绝对袂当避暑，而且嘛袂当紧张，爱保持笑容。今仔日一定会摕到宝藏，也毋过即马，你就要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。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色彩外部队，出发！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到这个所在。嘿，这位哦，就是我好朋友啊，迄是。你好，歹势我咧买。好，迄是你是咧保养啥？我一直咧找我迄个心无，我无我毋知走倒去，你知哦？我找规半晡啊，拢找无，啊！你搁打电话滚！奇怪，你敢有看到我迄个心无伫倒啊？我偷开的。到底有伫咧倒？那安尼啊，拢找无咧。啊，你有看到无？奇怪，甲倒找一下。你有看到无？你看我的迄个无啊伫倒无？无。无啊，无看到。尤丁，你有看到我的无啊无？无。啊，你摆啊，我到底藏去倒位去啊？问尤丁，你有看到我的无啊无？无？第二头顶。哦。啊，伫我头顶啊！对啊。我一出场就伫咧头顶啊嘛。你的记伫咧这里摆啊？歹势。这是不是因为啦？安尼有敢若有淡薄仔失礼吼？恁一个来，我就安尼记20只摆。哦，啊你目睭嘛无介好，你竟然嘛无看到。我是安尼啊。来看头真正哦，迄个年纪若大，迄记忆就无好，迄个记性真歹。我想要甲你请教一下哦，恁敢有迄个物件无去，啊，搁某一工搁找倒转来的经验？有。兄弟，你有啥物件无去？找倒转来？手机啊。手机啊！手机啊！啊，你无去偌久？一年。一年？一年嘛会当找到手机啊？哦，你手机啊一年搁我都找转来哦，啊是去倒位找转来？包包内底。伫牌仔内底？在看一年。你囥一年找，竟然找无？后庭你有无？有。你啥物物件放过？皮包。皮包。皮包啊？皮包啊？皮包嘛，皮包啊，对不对？你念一解？皮包。嘿，皮包啊，我皮包啊放见哦。啊，内面敢有放金箍箍？有。有哦，有偌济金箍箍伫内底，你有找转来无？有。
我活遮久啊，我足侪物件放过，啊，定定找袂倒来。啊，毋过哦，恁来我欢喜啦。好，咱即摆就一只来挑战，好唔好？好，尽量讲，尽量甲讲出来，好唔好？好，有信心，好唔好？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对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好，头先我有了解到，游婷你是毋是真介意游泳游水？是啊，你平常时拢是游啥物色的？你会使甲迄落湖仔先放，那就是啊是，安尼这是蛙式对毋对？对啊，蛙式台语你敢毋知叫啥？唔知水鸡游，水鸡咱做伙念一解。水鸡游，因为蛙就是水鸡嘛，啊水鸡安尼游。啊，若是自由式，敢知影安怎讲？掠高游，俩高游。因为你游的时阵，就亲像一支竹篙共款，亲像一直你掠着竹篙，啊，就长长安尼掠高游，知影无？知啊？好，是吗？真正要考试啊？我考试，考试啊！来，甲恁考验，准备好未？好。好啦，加油，注意安全，现在噶，来。哎，有哦。庙公，嘿，对庙公，爱看倒手边讲哦吼。哎呦，有对。菜蛙，嘿，对，菜蛙。加油加油！哎，无对无对。来来来，心量较准的哦。喂，哥啊，哥啊对，哥啊对，好。看丢，地凹，嘿对，对哦，来爱去看倒手边讲哦吼。来看遐讲，衣柜，对。喂，定香，好，进香对。哎，庆香，唔对，别紧别紧别紧，咱要甲你讲吼。来来来，看准哦。好牙公，对啦，真够哦。嘿，甲天公照大，对啦，水哦，甲天公照大。哎，跳出来，跳出来，别紧。敬地，敬地对。哎呀，差一撮差真济啊吼。好，别紧，你要甲你教。哎呦，队长辛苦你啊！游湾，唔是，够有无？好，别紧，你要甲你教。加油加油！喂，好，别紧，你要甲你讲。加油加油！喂，啊，无对，加油哦，过来哦，继续。来，喂，都无对。哎，有对。真老嘞，对，加老嘞好，煞，时间嘛到啊。哎呦，第一个是啥？带到拼音这个部分，咱咧安怎念？安尼看有无？香呼，啊，你若伫读的时阵吼，看到遐后壁有 n 的无？n 就是拼音，后摆看到 n 就知影是拼音，通用片仔去发音，安尼有了解无？有搞好，安怎念？香呼，嘿，香呼。啊，搁有咱拜拜爱传啥物？生嘞，对啦，生礼真牛。后当时啊，咱若是要去甲神明祈求，咱安怎？下弯，念一解，下弯。啊，煞来这个拼音是啥咧？水果，通常咱会爱念果子。龟啊，另外爱食果子无？有。好，来看卖，恁得到10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所以来进行后一关啦，继续加油好唔好？好。来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！看你安怎排，
伫规定的时间内，各方两边的人爱用形容的方式沟通，再搁照顺序甲身上摆伫正确的位置。爱记住哦，形容的时千万唔通讲着顶面的字，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。小朋友，有一句话是安尼讲，食果子爱啥？拜树头，就是爱饮水思源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亲像你若是平常时，你若是去买果子，也是对爸爸妈妈去菜市仔买，你敢知影安怎拣较好？唔知，唔知。有一个上简单的啦，听讲这是通用的，好，所有的果子拢共款。你只要伊的蒂头，只要伊若是耐落，还是拿落耐愈深，迄就表示愈甜。安尼知影无？表示愈熟啦。愈熟有够熟啊，啊，伊甜分开始出来啊。哦，所以地位只是嘛耐落去嘛就甜的，我是心肝耐落去。所以你嘛就甜啦。所以你就甜的。我足甜的哦，你个生狗呀哦！喂，好啊啦，咱即摆要考题目啊哦。题目就是1甲6爱对细排到大，了解？简单清楚，好，加油！现在噶开始，开始看，形容，开始应用。零是啥？一粒红色，一粒红色的，啊，拍开是啥物色？打开是黄色，色的。啊，伊后口是较深色的红哦，较深色的红。啊，你来讲，咱的上细粒什么？咱上细粒是加紫色，敢若紫色的，紫色的，你敢讲？甲这上粉的。啊，细粒甲这上粉泥的，我你安尼你甲因讲，嘿，阮这边排第一，第一。啊，你排第一。安尼，咱排第几？细粒甲敢若粉泥的，第一啦。来，好来。啊，恁迄边第二细粒要是啥？第二细粒的，来，第二细粒外口是红色，内底是白色的。啊，内底有足侪啥物无？这是黑你这是哦，安尼这个跟这是大粒的，有几回来食？我这有几岁啊？有贵会爱食。啊，第二，大声讲出来无要紧。这排第二哦。啊，数落来咧，无阮讲这边阮上大的啦，来这边上大的。咱的上大是安怎？刺刺的，擦擦的，擦擦的，人的。好，拍开的安怎？较大声的。金草，好，金草拍金草，你那边上大的是啥？呀，伊袂当拜。拜好兄弟袂当拜，我上大这拜好兄弟袂当拜。你我这边上大的是足臭的，所以要拜第几？你这上大应该先拜，应该拜的。你讲你要拜啦。就吵的，所以这菜，耶，你讲，咱你这边拜上大拜第六，你这边上大拜第六，对啦，我好兄弟的拜摆第五，拜第五。啊，你第三、第四个讲一个。哎，紧嘞，你这，哦。哎呀，无啊，咱来看卖恁到底得到几题好不？现在噶。好。好。伊真孤单啦。有一个足够啊，毋过哦，安尼看起来，敢若是表现了袂歹。咱第一题是啥？南门，敢有人爱食南门？南门无，好食。南门真好食啊！啊，即摆咱看卖，奶子有较大无？奶鸡，敢有较大？有哦。啊，头先是安怎去形容这个果子？外口是红色的，内底是白色的。时价个敢有比奶子较大？有哦。有人爱食酸无？无，你爱食酸？安尼你爱食啥物款的酸的水果？雷蒙，爱食柠檬。啊，时价个你爱食无？伊嘛算是酸的果子，有爱食？嘛算袂歹吼。所以来，非常空虚的孤单的果子是啥？来啊！啥物代表甲摆转去？两位小朋友来去。恁两个做伙。好。好来啊，豆豆来吼。好，对。来啊，就位。来啊的身上就是菜伫咧即个位。好，多谢。来啊，个用安尼来啊，若是伫咧即个位，伊敢有比时价搁较大？有。来啊！来啊是都有来啊，安怎讲啊？宜兰有一个所在，嘿，
上将来，对，上将来目。真有名，刷落来是啥？欧来，头先是安怎讲的？你是毋讲拜拜拜好兄弟，欧来未使拜。还袂使拜。好，所以往来敢有比来啊较大？同尾一个是啥？这就讲好真好啊哇！因讲啊，哎，气气的，嘿，懵掉的，尖尖擦擦擦擦的，啊，白开，白开臭其实无白就出臭。对啊，其实无白就对啊臭。啊，你看起来是钓几题咧？哦，嘛是袂歹哦，钓5题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哇！好哦，已经来到上尾关啊，准备接招，迎来噶！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谁，谁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多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！哎呦，来到这关哦，反应真重要。啊，你是毋拢住伫咧新竹？对，是无？是吼。我即摆来甲恁小可考验，真简单。新竹，我连会考恁一寡县市，新竹以北的，还是以南的？好，应该讲得出来。新竹以北，台北，新竹以南，苗栗，好是新竹以南，高雄，高雄新竹以南。中华，彰化、我要问新竹以北，一百、通，对，我惊一条，拢对嘿。啊，是有反应有较慢小可。了出来。想遮久，即马要正式开始啊！第一个题目就是，好请讲出相对应的食物，啊，新啊，还有闻、分佐料、佐料、调味的料、酱料、韵料，迄拢是算佐料。另外一个是材料，食材、食材，就是菜啊、肉，遐拢算。番茄、酒料来准备接招，食材、菜，菜，我这好好过。我惊佐料。导游，导游好，佐料臭，好水，食材高丽菜，真好，食材菜头，好，佐料草，醋，你有讲过无？讲过啊，有讲啊。味噌对，食材食材，番茄，还袂好，佐料导入，导入，导入对，对，食材食材，汕头，对，佐料，食材肉，肉好对，佐料，食材青花菜，不，汤香菜，汤香菜好对我会想吧。食材红菜头，红菜头对，佐料，佐料，佐料好，你讲佐料对，你佐料，我讲我你讲佐料，佐料米啊，佐料好刷佐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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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肉，猪肉不是啊，佐料臭，胡椒啦，胡椒啊，白胡椒、黑胡椒，豆酱，豆酱，咸油，咸油，咸油。啊，若是食材的部分呢，实在较济呢。甲爱食的物件拢讲出来就有啊，佐料牛排啊，好啦，不要紧，咱看卖恁几题。哦，嘛真正袂歹啊，12题有半个金箍箍咧。好，有半个，即摆换咱这组好不好？来，换位。好，好，第一步就是讲出好甲歹的词，好消息、歹剃头、歹消息。无啊，无啊，嘿啊。好啦，差不多啊，想一下好，开始啊，赢那个歹歹人，歹人。
应该无几个啊，这一个就开去啊咧。好，好人，派，拍档古虾，派，派梯，拍梯，派梯，派，拍咩啊？派咩啊？好，好天，好梯，哎，派，拍咩啊？嘿嘿，好，好命，派，派，拍剃头，好，好，你想要讲好，好运，好运，拍有讲过无？好，你是啊，好，我知道。好，好，时间要到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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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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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OK，我知影，好势，我知影你已经表演了足好诶，开差看面，不多啊啦，差不多啊，拍看面。拍食，拍食，哦，就拍食，拍食。拍食，好啦好啦，拍食，已经真厉害啊！咱讲真济去啊吼，好，甲互家己一个破声啦，无简单，无简单。两题拢对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哦，2个半，有2届摕宝藏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？现来看。哇哈哈！噔噔，袂歹哦，2届的机会哦。即马是换恁头壳疼的时阵啊，2个金箍箍，你感觉宝藏伫倒位？开始算，等我来刷牛，确定，随算起来。确定，好，来，回伫第一个金箍箍要放的啊，吼。你去哪？好，紧紧啊，我讲请试落再试落哦。加油，第一个金箍箍，长尾山羊，敢有机会咧？请试落。哇！第一个就对啊，很少。那这个好啦！哇，给，哎，惊到啊！哇，机械手的咧，害羞啊！够赞的啊！所有手都会当治哦。是啊。这厉害就这厉害啊！我们冇打嘛，免等敌。对，你有欢喜无？哇！